对于大部分人来打，情人节较佳佳就是叫做留面相菜，两心美景长相思，钱包空空想也好。原来情人节就是个2月14號，後來就加個元宵，咧就加個七夕，咧就加個30日，只下末加個叫做5日令。聽講原來是一定係5月2號，而唔係5月20號。因為有一種強力嘅加水叫做5零日，伊象徵着愛情嘅黏合字，一點就對，不離不棄，愛情永固，一生一世。但想得5月2號莫剛好間5月黃金週，只做今日衝突着，等無就鹹風水好跳，喺下時就來初開才有加風錢好燒。所以才來個改咗5日令，你知道5日令是我愛你嘅諧音，或者純粹就是低級趣味到點曬成金。5日令你個譯做我餓了，無多等貼切，了也符合人生。如果這個大波個男朋友打我愛你，其實啊，伊個心內是想打我餓了，就是因為伊已經奇怪無比，這電影蜜語點啊感動死。唉，夢時間稱為何末，打的就是着末。